精神分析系列4，愛情心理學38，愛與歲月的真諦 Can Love Last。 大家好，我是李博士 Dr. Jason Lee， 臨床心理學家和臨床腦神經心理學家。你有冇諗過愛情可唔可以永恆？愛情真係可以長長久久咩？佢點樣先可以頂得住時間嘅考驗？今次我哋會用心理學嘅角度，特別係精神分析學，即係研究人內心深處嘅學問，同大家一齊探討愛情嘅真諦，同埋點樣保持愛情嘅新鮮感。愛情可唔可以長久？大家好，今日想同你哋講講愛情嘅真相，仲有點樣喺一段長跑愛情入面保持活力。試問下，一段拍拖好耐嘅感情，甚至結咗婚嘅關係，係咪最終只會變成平平淡淡嘅親情？有啲人話婚姻係愛情嘅墳墓，但呢個講法係咪真係必然呢？我哋一齊透過一本書《Can Love Last》，作者史蒂芬米切爾 （Stephen Mitchell） 用精神分析嘅角度去睇愛情係乜嘢，點樣先可以有段長遠又滿足嘅感情？愛情三角理論3個元素，你有幾多？講到長遠嘅愛情，唔少得羅伯特史坦伯格 （Robert Sternberg） 嘅愛情三角理論 （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）。佢話愛情有3個重要元素：一、激情 （passion）， 呢個係指兩個人之間嗰種熱烈嘅吸引力，好似一團火咁，唔單止係性嘅衝動，而係會令平凡嘅事變得唔平凡嘅感覺。例如一齊食飯，對方嘴角有飯粒，你遞張紙巾俾佢，嗰一刻平凡之中有種特別嘅浪漫。二、親密 （intimacy）， 呢個係指你同對方之間嘅心靈聯繫，能夠好深入咁了解同支持對方，好似朋友咁，但更深一層。三、承諾 commitment， 即係你願意同對方一齊走下去嘅決心同行動，例如結咗婚或者計劃未來。如果呢3樣嘢齊全，就係完整之愛 consummate love， 好似愛情嘅完美狀態。但現實點會咁理想？好多拍拖耐咗嘅人會覺得激情退卻咗，剩低親密同承諾，變成有伴之愛 companionate love。 你有冇試過同朋友傾心事，都覺得好親密，但同伴侶又有咩唔同呢？愛情係咪注定變成有情感？邊有咁多圓滿嘅愛情？好多人覺得激情一定會隨時間消失，但史蒂芬米切爾話呢個唔係必然嘅事實。佢認為激情退卻嘅原因係因為我哋同伴侶一齊耐咗，會驚關係崩塌，於是唔自覺將愛情變得沉悶同可預測。例如初拍拖時，你會同對方去冒險，但耐咗就會淨係留喺舒適圈，連浪漫都少咗。佢用咗一個比喻，就好似一束盛開嘅花，充滿生命力。但如果你太想擁有佢，將佢製成乾花標本，雖然保存咗，但係咪真係同一回事呢？真實嘅愛情係有變動、有危險、有不確定性嘅，但正正係我哋太驚失去，會唔自覺將愛情變成標本，失去咗生氣。現實添上夢幻 ，yes， 幻想回歸現實。你有冇試過同一個你中意嘅人一齊，連食飯咁平凡嘅事都變得夢幻？但傳統講法會話呢啲夢幻感係幻想，終會退卻，現實會取代一切。米切爾就問：點解現實就一定比感覺更重要呢？遞紙巾係真，嗰一刻嘅浪漫感覺都係真，點解要話後者係假嘅？佢話愛情嘅夢幻感唔一定會消失，反而係我哋因為驚失去，主動扼殺咗佢。呢個求穩嘅心態，反而係愛情嘅手。點解求穩會扼殺關係？米切爾講到，愛情嘅魅力在於佢會去穩定化 destabilization， 即係打破你平時嘅生活同自我。好似電影入面冷酷嘅商人遇上女主角，突然會做啲平時唔會做嘅事，但呢種不穩定嘅狀態會令人不安，所以我哋會試圖控制愛情，變成穩定嘅日常模式。可惜呢個控制嘅過程就係令愛情失去活力嘅原因。點解決？現實同幻想嘅平衡書入面冇話有確切嘅步驟解決，但佢提到一個意念：愛情要長久，
雙方要對關係有共同嘅期盼，同時平衡現實同幻想。現實係要面對嘅，例如結婚後四大長老嘅期望，生仔定唔生仔，住邊度等等。但如果太專注現實，又會失去愛情嘅浪漫；相反，太沉醉幻想，又會脫離實際。有句歌詞話：若要擁有，必先懂失去怎接受。愛情係一個有機嘅過程，雙方會變，關係會變。如果唔接受呢啲改變，硬要守住最初嘅模樣，愛情就會過時。好似中學生拍拖到大學，世界觀唔同咗，分開咗。但如果肯接受對方嘅改變，愛情許有新嘅可能。我愛你嘅意義書入面仲提到，我愛你唔單止係感覺，而係一種自主嘅選擇。佢包含咗我想愛你，心之所向，我願意愛你，情感承諾，我會用行動愛你，行為表達嘅意思。我哋控制唔到對邊個有感覺，但長遠嘅愛係靠行動同選擇去維持。例如同伴侶計劃一啲開心嘅活動，或者講句我愛你，呢啲都係主動培育愛情嘅方法。真正能讓愛走得長遠的，不只是那份一見鍾情，而是你我的自主選擇，在知道有風險、有失去的可能之後，仍然願意把心交給對方，並用行動去滋養這段感情。愛的藝術接受脆弱同自主投入密切意嘅核心信息係，要令愛情長久，必須接受失去嘅可能性，分手也好，部分失去也好。唔接受脆弱，愛情只會變標本；接受咗之後，仲要自主咁投入，用行動令關係變好。呢個同另一本書《愛的藝術》The Art of Loving 嘅弗洛姆 Erich Fromm 講法不謀而合，一齊探索愛情嘅真諦。如果你對愛情嘅心理學有興趣，想了解自己嘅愛情面貌，呢本 Can Love Last 好值得一睇。我哋會繼續用心理學回應生活嘅問題，幫大家建立思想嘅韌性 Building Resilience for the Times。點擊睇更多，一齊探討愛情點樣先可以健康長久。下次見。